人生亲像一条戏，摆伫舞台顶，有人做主角，有人做配角。阮的角色是啥物？只有命运才会知影。细汉的时，阮想要做英雄，大汉了后才知影平凡。每一幕苦情有笑有悲，阮的角色愈演愈深。人生的舞台无区分，每一天拢是现着直播。人生的舞台无等待，行过路无法有头。舞台的顶有时光有时暗，阮的表演有时精彩，有时流气。但是无论安怎，阮拢认真演，因为这款人生只有一摆。人生的舞台无区分，每一天拢是现着直播。人生的舞台无等待，行过路无法度头。有一天舞台的定会熄去，阮的